唔理民意，政府新亞硬闖立法會。60億搞場亞運，納稅人肉赤，政府梗係 feel 唔到啦。逐節會搞過，游說都做埋，但係民調支持同反對新亞嘅人同樣五波。不過政府一於少理，堅決要去馬。儘管有唔同嘅聲音呢，其實亦都當中亦都見到有好大嘅共識嘅。嘅共識咧就大家其實都好支持香港體育運動嘅長遠發展嘅，亦都覺得香港社會發展到而家呢，係進一步推動體育運動嘅發展咧，係值得嘅。吓，咁你講晒啦，仲使乜嘥錢做諮詢啊？不過唔係你想就得嘅，當局仲要立法會財委會肯撥款60億先至開得工。出年區議會選戰在即，手握關鍵8票嘅民建聯今次都決定唔陪你政府癲啦。因為而家社會上面咧係未有一個主流意見去分分化，取得社會共識之下咧，政府係應該擱置咧2003年嘅分化案嘅。計埋泛民同幾個獨立議員，坐底有30票反對新亞，政府真係要諗下計，唔好死得咁難睇啦。